我们之间，过往在心底铺满了思念，就当从未相识过。玉池哥哥，你真的是妖啊？是。那你快跑吧，这里有危险，有个很厉害的道士正到处抓你呢。听镇上的人说，青青姐已经被他们抓走了。不用担心我和青青，我们都会离开这里。那以后，我还能见到他吗？他不能来见你，我也不能。人妖殊途。那以后我放萤火虫，你也不会来找我了。不会了。玉池哥哥。我是妖，你不能靠我太近。握不住一场梦魇生眷恋，我们之间，过往在心底铺满了思念，就当从未相识过。愿与你执手红尘，两看不厌，此生别遗憾少牵。心中的月光落地花孤单，等回眸，等你前世再续前缘。这样也好，这样你和青青姐就安全了。玉池哥哥，我以后不会想你的，你以后也不要想我。前世如何交换？一眼望穿千年，画完手中的缘。阿月，珍重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别回头，别让玉池哥哥走不了。心中的月光落地花孤单，等回眸，等你前世再续前缘。你眉间风霜雪